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的是这个台南市西门路一段甲五妃街的路口，有一个新工地，当咧挖连续壁的工程。昨尾5点外，施工的所在路面是来崩塌，形成一个15米长、4米宽、2米深的大坑洞。有一台小货车栽落坑洞内底。昨暝7点外，出动一台大吊车，甲小货车吊起来。想袂到，甲这个小货车吊起来了后，大吊车嘛车落，砰一声，这个大吊车是倒瘫痪，陷伫大路顶，搁来撞到一台警车。好你家在，无撞到人。这意外现场是透明来灌浆，已经通车了。到日本参访的台南市长王伟铁，行程嘛紧急划停，准备返来台湾坐镇指挥。尾暗5点外，画面顶悬这地面熊熊落落。你这隔壁尔呢，足恐怖的呢。附近的乡亲惊一个赶紧走，一个出大门看到是一坑真大坑出现伫因兜附近。惊我一个看，一台小货车栽伫这个坑内底，边仔一台轿车掉一半嘛，没人。台南市西门路昨尾暗啊，路面熊熊落落，瞬间出现一个长15公尺、宽5公尺、深差不多3公尺的大个坑。想要到暗时7点外，工人无用将这个小货车吊起来时，这个坑拢还袂赴处理咧，说咧后一秒。惊讲有逮到民众，在地人甲警方赶紧走去头前。有没有人啊？没有，有人在下面吗？来啊！办你们的，我跟你讲，车后面一点，不要影响救灾。较早无人伤亡，是讲有2台乌托邦被卡到，力头之大，有一台乌托邦呢挤入去这个条仔底。一个建地短短2点钟内有2件灾难，附近的厝感也会大震。做连续壁时候做导沟的时候，可能把导沟用了破洞破损，然后使得导沟外侧的一个土壤进来。工地全面停工，彻底调查，验过这个坑大先吞起来，地基才会知。市府的团队赶紧屯这个坑，总算伫今日透早2点外，将这个坑屯平，西门路恢复双向的通行。不过五妃街依然是单向的通车。针对这个事件，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？相关的单位每3点钟监测一摆，专门要防止灾难扩大。台南市长王伟铁访问日本的行程嘛，赶紧暂停。等来台南指挥救灾嘛，要追究责任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